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、18节到26节。第9节，耶稣离开遐，往头前行的时，看到一个人，名叫做马太，坐伫税关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来对我。”伊就起来对伊。耶稣伫马太的厝食饭的时，有真济冒税的人，甲罪人嘛来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到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是安怎恁老师甲冒税以及罪人做伙食饭？”耶稣听到就讲：“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恁去学习即句圣经的话，我爱人民，无爱祭物，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18节，耶稣对因讲这的话的时，有一个会堂的主管来跪伫伊的面前讲：“我的查某囝拄仔死去，请你来甲伊换手，伊就会活起来。”耶稣就起来对伊去，伊的门徒嘛去。拄迄时，有一个治着血漏病12年久的妇人人，行活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衫裤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想：我简单摸着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耶稣活过来看伊，甲伊讲：“查某囝，安心。你的信心，互你好起来。”妇人人随时得到医好。耶稣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看到分聘仔的甲规大群人拢滚，就甲因讲：“恁拢出去！即个查某囡仔毋是死去，是咧困。”因就甲伊踢笑。赶群众出去了后，耶稣入去查某囡仔的房间，牵伊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对安尼，即个消息传到迄地区的逐所在。